呢個係三年班嘅三角形。佢話右邊有三個大小相同嘅等腰三角形，可以拼出哪一個圖形？咁你首先將呢一個咧反轉佢，然後將佢咧跌落去呢個罅嗰度，咁你就會得出一個咧梯形噶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平行四邊形咧，如果你有雙數嘅話，兩個可以；如果你有四個都可以做到平行四邊形，但係你單數咧就做唔到噶啦。正方形、長方形都唔得，因為咧佢冇直角，呢度冇直角，所以咧係唔得嘅。咁答案就係梯形。好啦，呢度呢啲係咩形狀咧？嗱，呢一個咧係有個直角，所以呢一個係直角三角形。B 咧三條邊一樣，所以係等邊三角形。C 有個直角，係直角三角形。D 都係有一個直角，直角三角形。揾張紙嘅角啊度下，揾咗間尺嘅角度下就知噶啦。E 咧就係兩條邊一樣，所以係等腰三角形。F 咧冇直角，三條邊都唔一樣長度，所以咧係不等邊三角形。G 咧三條邊一樣，所以係等邊三角形。好啦，呢度佢要睇下邊一個係同其他嘅不同。咁咧，你睇下第一個不能約揀嘅，第二個不能約揀，第三個試下將佢約揀，除二係十，除二係12，除二係5，除二係6，咁即係話5/6同呢個一樣，所以不同嘅咧就係15/16。嗱，下一題咧，你見到佢個分子係唔夠減，五係唔夠減七嘅，所以咧你要將二由12/5咧變做一由12分之幾咧，你個分子咧就係分母加分子，即係12加5，即係17啦。OK，17減12分之七，咁即係話一由12分之10，約揀呢個係5，呢個6，一由6/5。好啦。4由4分3加幾多等於七？如果你唔識做點算咧？你諗一個簡單嘅加數，4加3等於7，係咪？咁而家問你三點樣搵出嚟啊？三咪就等於7減4咯，呢個你知咯喎。咁同樣道理啦，問號係等於咩啊？就係7減4由4分3咯。跟住就係七就係6由4分4啦，減4由4分3，6減4係2，4減3係1，冇得約揀2由4分1。OK。好啦，下邊容量嗰度啦，單元5嘅容量，一個杯咧就係200ml，呢度有3個杯，呢度有5個杯，3乘5咧就等於15個杯，每個杯係200毫升，所以咧就係0030啦，即係話3000毫升。3000毫升點樣變做升咧？3000毫升做分子，我要約揀個毫升變做升，所以我要咁樣安排，一陣間可以約揀個毫升。然後喺呢度入邊，我知道一升等於1000毫升，而家可以約揀個毫升，將個3個0約揀，答案就係3啦。然後咧就係個升啦，所以就3升咯。四則運算，先乘除後加減，有括弧做括弧。第一個啦，做咗個乘先。73乘6，6×3=18，6×6=36，唔好由6×1=6開始數上去啦。6×6=36，6×7=42，加1=43，36乘2，2×6=12，2×3=67，加埋去4×3=8，加72，呢度係15，所以係510。第二個啦，做括弧先，個括弧就係4×3=5減2×3=7，唔夠減呢個變2。10減7係3，3+5係8，二減唔到3，呢個變3，然後10減3咧就係7，7+2咧就係9，3減2係1，1×9=8，然後再乘翻5，5×8=40，5×9=45，45+4=49，都係4，5×1=5，加4係9，所以係990。第三題做括弧先，做括弧先就係386加36。8+3係11，加1=12，422，
然後要乘二先，變咗844，844再減111，即係733。呢個做咗乘先，294乘6，6424，66開始數上去啊，6636，6742，6848，6954，54加2，55，56，6212，12加5係17，1764再加116，1881，1880，962除3，33歸9，32餘6，010剩2，所以係320剩2。好啦，牌形圖。牌形圖星期五比星期四，好明顯啦，係多，但係多幾多咧？一定要睇呢個單位，因為未必有時係份，有時係百份、千份、萬份，咁到時你呢度咧就要寫翻噶啦。譬如呢度係寫住萬份咁樣啦，咁如果你就唔係6份嘅，就係6萬份，要寫埋噶，如果唔係當你錯噶喎。咁今次好彩係得個份字啦，咁然後你就睇啦，一大格係幾多，一小格係幾多，一定要睇清楚。佢有時係5個小格，有時係4個小格噶喎，所以你睇清楚呢個70，然後要幾多格咧？就1、2、3、4、5，有5小格啦嘛。咁即係話70、2、4、6、80啦。咁即係一小格係2啦，明唔明啊？我再講一次吓，呢個係一大格咧，又係有5小格，一大格係有10啊嘛，70同80之間係10啊嘛，然後有5小格，2得一十，所以每小格咧就係等於2咯，唔係2萬，唔係2000，就咁2就得噶啦。咁然後你又睇啦，每小格係2，咁星期四同星期五之間你有幾多小格咧？3小格，所以3乘2就等於6啦。所以係星期五比星期四賣多6份咯。跟住咧就係邊一日休息，咁睇到啦，星期二。然後咧佢就問邊一日星期幾比星期一售嘅多，但係比星期四咧賣嘅少，即係呢兩個之間啦。咁就係星期三咯。8題，第九題啦，星期一至五總共賣咗幾多份？咁你又數翻啦，呢度你咁樣呢度啦，呢個咧數寫上去50，然後呢個咧就係兩格，係咪？50之後有兩格嘛，即係52、54、54啦。呢個貼住70，然後70就有3小格，即係76。咁你就加啦，50加70嗰啲10，即係零個位啲加先啦，快啲嘛。即係加54，咁就變咗174，174加76，4加6係10，7×2係14，加1 15，250咯。跟住然之後咧，佢就問星期一咧嘅早餐佔星期五嘅銷量係幾多？好簡單嘅啫，將星期一做分子，然後咧星期五咧佔幾多嘛？所以呢個就係分母。如果佢問咧就咁樣寫噶啦，分子係50，分母係76，然後你要約減佢，份數要約減噶嘛。跟住咧就係變咗除二係25，除二就係38啦。OK，跟住啦就係小數點加減啦，11.5。嗱，將個小數點加減咧，個小數點係要 line up 噶，排坐咁樣嘅，唔使諗噶啦。然後你就 fit 咗個6喺度，然後 fit 個4喺度，睇實係加，跟住照普通當115加64咁樣咯，所以17.9。好啦，14後邊冇嘢嘅喎，所以係0.00，然後你就擺個2.48喺度咁樣啦。OK，好啦，14咧0.00喺度減唔到噶嘛，咁即係話你當係1400啦，咁你減唔到嘅話咧，你將呢個變做139，咁你10減8咧就係2啦，9減4就係5，跟住咧就13減2啦，13減2咧就係11，所以咧就11.52。OK，你明唔明呢個139噶？因為你借咗一個去個呢個百分位嗰度啊嘛。好啦，跟住8.7減1.4咁樣減啦，3
七，7.3加4.3，六，然後點啦，跟住就11，所以11.6啦。最後啦，呢度就係話要1、2、3、4、5張卡啦，做一個最少3位小數。有小數嘅話，即係有小數點啦。然後佢話有3位啊嘛，即係小數點後要有3個位，一、二、三。咁你得4個 number 啫嘛，即係話呢度一個 number。然後佢話要最少，咁你咪由最細嘅 number 開始寫咯，3、4、5、9，所以3.459咯。好啦，2位小數啊嘛，咁即係小數點係要有2個位，但我有4個 number，咁即係擺多2個 number 喺前邊啦。然後佢話要最大，咁我調翻轉咯喎，9、4、3就係咁啦。佢話大至小排列，你要點比較咧？呢啲將佢變做小數咯。呢個十分位啊嘛，即係話11點呢個就係十分位啦，咪擺個5上去咯，就咁樣啦。即係呢個11.5比較啦，呢個就11.7，因為十分位係7啊嘛。呢個11.84，冇啦，搞掂。咁就好明顯係呢個11.54，就喺11.5同埋11.7之間咯。呢個大過11.7啊嘛，呢個係等於11.7，呢個細過11.5，咁其他都唔得啦。好啦，8圓5角，咁即係8.5咯。跟住咧，9星9，600毫升等於幾多星？咁你可以用9星就係你9星就即係9點啦，8圓即係8點啦，9米即係9點啦，因為係米啊嘛，大家同一個單位啊嘛，明唔明先？我睇下諗下點樣教你點做先。第一你咁樣明啦，係咪？因為佢個單位一樣啊嘛，星米好啦，咁啊一處理後邊嗰個啦，角試下用呢個方法，角圓10角係1圓，係咪？所以咧呢個咧就係5/10圓啦，係咪？咁呢個咪即係等於0.5咯，因為十分位係5啊嘛，咁即係0.5圓啦。咁你咪篩翻個5圓入去咯，加翻入去，得唔得啊？加埋入去。好啦，你係試過600咯喎，呢個600毫升咯喎，600毫升，跟住就係1000毫升啦，等於1升。咁你咪可以約減咯，約減2個0，約減2個0，係咪6/10啊嘅升啊？咁如果呢個即係十分位入邊，我要擺個6喺度，十分位擺個6，咁即係0.6咯。咁你加埋呢一個0.6喺度啦。OK，好啦，3厘米啦，3厘米，我而家要轉用米啊嘛，咁即係話100厘米等於1米，係咪？cancel 咗佢，咁即係話咧，我係3/100米，咁即係話呢個係要8分位、10分位啦，呢個係十分位，呢個係8分位，係咪？8分位入邊咧，我有個3咁啦，咁呢個空咗出嚟，我都要俾個0佢噶嘛，咁然後我加翻呢個9咯，所以係9.03米啦。呢度比較個位一樣，比較個實位呢個多啲，咁所以大於啦。比較個位一樣，呢個4即係4.0嘅，比較十分位咧，呢個大啲，所以啱啦。呢兩個十分位係7，即係10.7，所以一樣。然後呢個咧就係8分位，所以係4十分位8分位，八分位邊有個7，所以呢個係4.07，所以係細過4.7咯。好晒咯喎，做完啦。